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新一個賽季喺3月22號就會開季，而今個賽季就多咗2個技能。第一個戰法就係 SP 黃月英傳承嘅戰法弓筆唐捐。呢個戰法可以令到自身嘅主動戰法傷害提升30%，同埋有30% 嘅攻心。而最重要嘅係可以令到私家嘅負面狀態有70% 機會唔可以淨化。呢個戰法常用嘅武將有陸遜或者程昱。而第二個新戰法就係事件戰法眾志成城。呢一招可以補血之餘，仲有謀略傷害，對法師隊嚟講係好使好用。咁我就用咗龐統嚟做測試，咁佢都有唔錯嘅輸出同埋補血效果。輸出大概有1000幾到2000幾之間，而補血嘅話就大概1000幾到4000幾之間。咁今集就會介紹隊伍用上新技能。今個賽季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有8個寶物。而其中一樣太陽符可以令到龐統變槍 S， 咁樣玩龍鳳槍嘅時候，除咗可以慳翻個寶物之外，仲有一個特技連環。而呢一招特技可以令到有連環狀態而又中咗計窮繳械、震懾或者虛弱嘅人傳染俾隨機另外一個人。配埋新技能弓筆唐捐同埋威謀，就可以傳染虛弱之餘，仲要冇辦法淨化。隊伍 SP 諸葛亮一速全自配暫被刮骨，或者係用草船代替。兵書喚旗、速戰同埋麗君。關羽全武配千里、眾望，亦都係用益旗嚟代替。兵書後發鬼謀同埋將威。龐統配點全智力技能弓筆同埋威謀。兵書後發鬼謀同埋將威。呢一隊發揮好嘅時候，多穿能力好強，亦都無視兵種克制。咁當然啦，佢發揮唔好嘅時候，亦都係無視兵種克制。好難捉我啊！同埋就會比較怕一啲速攻突擊嘅隊伍。咁最後就有戰報分享返俾大家參考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